今日同大家詳細解讀一下10月1日開始實施嘅所謂嘅網貸新規啊。首先呢，要辟下謠，之前有人話網貸新規呢就係所有網貸平台都要關停啦，甚至呢仲有人講超過年化24嘅部分呢全部都要返還俾你。呢啲謠言真係一個接一個，其實全部呢都係基於4月1號金管局發嘅文件。呢個文件呢10月1號開始執行，關於網貸平台嘅整頓嘅。今日我就將呢個文件內容詳細咁拆解俾大家聽，等大家唔使烏水水啦。首先直接講結果啊，網貸新規呢其實就係網貸平台嘅整頓，可能消失嘅呢只係中尾部嘅嗰啲小平台嘅啫，大型網貸平台只會比以前做得更加好。喺個新規下邊呢，冇網貸平台要退超過24%部分利息或者係費用嘅，根本就冇呢個規定，只係變相咁指出咗以後網貸平台嘅綜合借貸成本呢強硬要控制喺24%以下。呢個文件對網貸平台同埋需要喺網貸平台借錢嘅普通人呢都會產生比較大嘅影響。以後呢有可能會借唔到啦，有啲人借嘅利息呢甚至會比以前低，但係呢啲以貸養貸嘅人呢亦都會因此崩潰嘅。咁網貸新規詳細解讀主要分成5點啊。第一點，要令到網貸嘅綜合借貸成本降到年化24%以下。以前呢好多細平台係打擦邊球嘅，喺主借款合同上面呢就年化利率寫低於24%，嗱，例如係嗰啲13.99%啊咁樣啦。然後通過其他嘅附加收費，比如話係管理費啊、擔保費啊、徵信服務費啊等等亂七八糟嘅費用，將綜合成本提到年化36%左右，甚至仲要超過。但係呢條規定已經講得好明確啦，10月1號之後，年化24%唔單止係指主合同嘅貸款利率啦，而且係要包含所有其他嘅附加費用，加埋一齊唔可以超過年化24%。呢一條肯定係一個利好消息嚟嘅。第二點，總行白名單制度，以後銀行同網貸平台合作，必須要喺總行公示，分支行係唔可以私自合作嘅，必須係總行入圍公示先得。總行呢亦都比較識做嘅，呢個意思就係大概以後啲細嘅風評唔好嘅網貸平台呢就合作唔到噶啦，因為佢哋入圍唔到總行，所以一部分嘅中尾部網貸平台呢會因為冇資金被逼關停嘅。如果你正好係靠呢啲咁嘅細平台以貸養貸嘅話，可能今次就直接崩盤噶啦。第三點吓，以後嘅網貸審核必須要由持牌嘅金融機構單獨審核，唔可以再俾借貸平台佢自己審核啦。呢條規定呢，意思就係以後放款呢要更加審慎啦。對於嗰啲唔符合條件啊、條件好差啊、以貸養貸嗰啲呢，就可能唔會再批噶啦，要收緊呢個風控。咁樣呢，就會導致依家可能仲可以貸到網貸嘅人，以後都貸唔到啦。第四點，風險定價原則。而家現行嘅網貸平台呢，對外借錢嘅利率係浮動嘅，從3點幾一直浮動到24%，但係佢哋冇遵循呢個風險定價原則，亦即係風險低、利率低、風險高、利率高，而係大部分都推行高利率。以後徵信條件好嘅人借網貸，大概率利息會好低，甚至低到接近銀行嘅利率。第5點就係暴力催收嘅問題啦。以前暴力催收呢，銀行話自己同網貸平台只係合作關係啫，網貸平台話自己同催收公司又係合作關係。咁催收公司唔合規呢，最多就追到網貸平台嘅啫。銀行作為呢個資金提供方呢，就撇得乾乾淨淨嘅。但係呢條規定呢，就明確咗啦，持牌嘅金融機構要負責任。如果產生暴力催收，責任以後就定喺銀行頭上啦。如果銀行老是出問題，金管局就可以處理佢啦。所以暴力催收呢，肯定呢未來就會有所緩解嘅。咁以前責任冇到銀行嘅頭上，依家銀行已經推唔甩呢個責任啦嘛。好，今日就講住咁多，落課點個關注，多個懂金融嘅朋友，少走彎路。貸款搵老煩，包你唔使煩。